見面夜雨相逢幾句，還差點透出眼淚，就像傳聞天生不對的一對。我諗每個男人心裏邊都有個黃翠如，有啲男人頭，有啲亂嚟，你同佢好 friend，會一齊食飯，一齊宵夜，一齊去旅行，但係永遠唔會撻着。但係問心，你係有少少中意佢，但你亦都知道佢係完全唔中意你。眼睛掩蓋耳朵，手勢動作聲音長項，關於你的通通不怕多。呢邊每個男人心裏邊都有一個黃翠如嘅潮文，星期二喺網上瘋傳啦，話有網民見到洪永城同埋黃翠如之前喺頒獎禮拖手嘅相，感觸到喊喎，仲話有咩慘得過比 friend 送更慘，更加一去冇回頭就係 brother 送啦。黃翠如同蕭正楠一齊，洪永城亦都同唐詩詠一齊，真係聽到都覺得 sad 啦。但估都估唔到，連黃翠如都有睇呢篇潮文㗎，仲話呢篇文太平實普通，太易代入。佢仲話，當朋友甚至親人問起，黃翠如答：我中意陽光型、運動型、感性型、開朗型、活潑型，總之唔係洪永城個臭八公型。洪永城答：我中意陽光型、運動型、性感型、開朗型、活潑型，總之唔係黃翠如個臭八婆型。你哋好享受呢種互相欺負嘅感覺，更加習慣大家手拖手、相扶持行過紅地氈。然後有一日，洪永城話佢已經揾到佢嘅他，要鬆開手先上台。黃翠如有啲感性，送上祝福。隔咗一兩日，見到張相，心中比微笑和流淚更多。咁樣覆兩邊嘅伴侶都安心晒啦。